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2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天气。今年第9号风台美莎，今麦已经行来到屏东五峦片东南东，大约1100公里的海面。气象局预测，风台未扫入来台湾，发布陆上风台警报的可能性无悬。不过美莎未来有可能真做是中度以上的风台，对明仔开始受美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东北部雨会一阵一阵落，天气民众就要会记穿雨伞雨伞。为今年的第9号台风梅莎哦，那预计未来的路径走法大致上会往北北西的方向前进。下周1、2就会来到这个琉球群岛，之后呢会持续往日本、韩国的方向前进哦。那强度呢也会持续在增强哦，也不排除在周日30号的时候有机会增强为这个中度台风。不过对于台湾的天气影响，最靠近台湾的时间呢是下周1、2这2天，周末的天气呢还不至于受到这个梅莎台风的影响。气象局预测，美莎上挖进台湾的时间会伫咧后礼拜1下晡到后礼拜2的中昼，北台湾会上大雨。未来美莎的动向若靠往西边行，而且暴风圈有扩大，安尼台湾就有机会发布海上警报。今日各地天气是多云好天，过昼会落地阵雨，天气乡亲就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关心政治的消息，总统蔡英文昨宣布，在咧看顾国人健康安全的这个前提之下，要开放进口美国的猪肉和牛肉入来台湾。蔡英文讲，这是符合未来总体战略目标的决定。未来也有机会甲美国签署双边贸易的协定，和台美经济贸易的关系，搁再向前一脚步。前20多年的美国猪肉、美国牛肉问题，在蔡政府的第2任期出现重大进展。总统蔡英文伫8中昼伫台北宾馆宴请党籍立委了后，下晡孙了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正以及主管宣布，伫保障民众健康前提下，开放美国猪肉、美国牛肉进口。依据科学证据、国际标准，订定进口猪肉莱克多巴胺安全的容许值。以及放宽30月龄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这是一个基于国家经济利益、符合未来总体战略目标的决定。蔡总统表示，台湾的经济正徛伫历史的转折点顶面，必须掌握战略机运，尤其美中贸易战加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结构性的改变。美国是台湾的重要伙伴，美国猪肉、美国牛肉议题，和台湾政府解决问题能力受到国际质疑。相信跨出这一步，对台美经贸谈判更加有利。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在美猪美牛的议题上跨出关键的一步，将是台美经济全方位合作的重要的起点。未来，我们的经贸战略可以更灵活、更有力地展开。经济部也表示支持，将决定会有机会甲美方签署双边贸易协定 （BTA）， 推进台美经贸关系。不过，对着相关的议律甲配套的做法，行政也表示，政府一定会为民众健康来监控，也会牺牲本国饲猪的农民，会设立100亿的饲猪产业基金，确保未受影响。所以100亿基金里面，就是要做市场的调节，做整个产业竞争力的提升。那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会认为台湾猪非常的有竞争力，宣布的一个进口。那当然有一些国际上的需要，国际的接轨哈，但是我们对于食品的安全绝对不松懈。美国猪肉、美国牛肉相关规定拢是行政命令，无干涉修法，会在明年1月7日生效。第三地标示部分是药事东部公布，散装食品标示规定强制规范标示原产地资讯，扩大到所有的食品贩卖业者，总计有20个项目，其中包含猪肉、牛肉、鸡肉，新制也配合会在明年实施。记者宋华报道。
打进口美国猪和美国牛入来台湾这件代志，过去10年来，因为考量肉品有残留散肉精等等食品安全的问题，有未少争议。今麦蔡总统宣布要正式开放进口，头一个受影响的是咱国内6700多户的饲猪业者。猪农是呼吁未来肉品的产地一定要标示注明和清楚，让消费者会使看好斟酌。但以下界即阵是真烦恼，讲百姓若是食到有散肉精残留的肉品会影响到健康，因建议政府就要做风险评估。总统蔡英文宣布，放连30个月以上的美牛，还有散肉精的美猪进口来台湾，突破已经超过10年的美猪美牛议题，互各界拢撮一着。学者认为讲，主要原因是希望在咧目前的贸易局势之下，得到跟美国 BTA 合作的机会。现在看起来没有看到美国做任何的回应，我是觉得应该要讲得更清楚的啦，就是说我们可以跟美国拿到一些什么样的交换，但是目前都没有。目前台湾的主要贸易竞争国，包括日本、韩国，还有大部分 CPTPP 的会员，都已经进行相关开放，但是也未看到美国对台湾有任何的承诺。学者关注讲，台湾各方面的开放是较吃亏的部分。而且除了外交方面，美国的猪肉有莱克多巴胺，也就是散肉精，健康的风险嘛引起各界讨论。莱克多巴胺的话，它的 ADI 每日最大安全容器量是每人每公斤体重是1微克，所以60公斤成人一片不能吃超过60微克。但突然间吃到过量很大量瘦肉精，就担心说会心跳过快，就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美猪的部分有掺这个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猪肉，把它族类分类，把它分类，让民众去做一个标示。全台湾6700多户的饲猪户是第一个受影响的人，农民拢真操烦，因为冷冻比例的计数较俗，一定会冲击到国产猪肉，要求产地标示必须要清楚，嘛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这是绝对会啦，因为这台湾吼，迄个欠的猪肉是有限爱进口入嘛，就会冲击咱的市场。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嘛批评讲，放连进前无沟通嘛无配套，牺牲台湾人的健康，还佫有农民的权益，嘛无做冲击影响评估。宣布进前嘛无通知国会，要求蔡英文总统去立法院进行国情的报告。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带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先来看《联合报》。针对政府开放美国的猪肉和牛肉进口台湾，中华民国饲猪协会表示，政府定要针对美国猪肉有散肉精这部分的疑虑，拟定配套措施。若无，因打算要发动抗议。但咱的消费者保护协会是发布声明，表示遗憾，呼吁政府定要公布未来这寡进口的肉品因的销路，也要标示产地。看顾国人的健康。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针对昨陈之汉，也就是侪人知影的馆长着枪击案，开枪的嫌犯刘成豪昨去派出所投案，警察是以杀人未遂等等的罪名甲伊送办。检察官复审了后，发现有6个疑点，新北地方法院即阵已经核准甲伊羁押禁见，但馆长伫咧动手术了后，伤势稳定。再来，咱来看《澎湖日报》，时代力量改选决策委员，立委王婉如是摕到上侪票，赢过时代力量政府秘书长高玉婷。但今日时代力量就会由决策委员来选新的党主席。再来，咱来关心司法的消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审理妇联会相关的东山诉讼，在咧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这部分无下宪法的规定，裁定停止审判，申请实现。大法官今日是宣布，讲宣誓申请的这部分的条文拢有符合宪法。国民党是即期大法官变作是民进党的附属组织，但进前被外界讲是国民党附属组织的妇联会，也批评台湾的法治，讲是哪来哪退步，因讲会传统证据去行政法院追求司法正义。政党甲伊附属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2016年7月3读通过，行政院依法说
不当动产处理委员会进行政党自民国34年以来不当处理财产的调查、关怀追踪。进前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因为审判，认为动产条例有违宪之余，申请大法官释宪。司法院大法官会议2月到4点结果出来，动产条例合宪。做成释字第793号解释，就党产条例有关党产会组织，还有就党产条例违反宪法保留等争议宣告合宪。动产条例前期的第2条、第8条、第5项，抑个第14条规定，以法律为解规范动产条例，并且设立动产会。同时，动产会无受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的限制，也佫有调查权加强制处分的权利。大法官认为无违反权力分立的原则。政党利用执政机会或者国家权力来取得之财产，应予回复，比建立政党公平竞争之环境，以落实转型正义。动产条例第4条第2款规定，涉及违反无溯及举案的原则。验过大法官是回应，条款的设立是宪法上重大公共利益，有合宪的正当需求。国民党开记者会质疑大法官是民进党的附属组织，对民主宪政的大旗，包括个案性立法，涉及寄放限制在野党发展，所拢认定无违宪。国民党的党产有它的历史问题，我们要护法护宪不护产的态度来解决国民党的党产问题。国民党甲港会被认定附属组织，面临资产的保卫战。已经有388个资产，和动产会命令移转国有的妇联会对释宪结果表示遗憾，讲会准备相关证据，对行政法院追究司法正义。只要高举了转型正义，有什么不可以？什么都可以。那这样的国家，对于人民来讲，还会有任何的保障吗？国民党持有的中投加新路台股权272亿外，被要求移转国有。另外458笔国有的房屋基地，国家其他的追征，差不多是20-30亿。动产会讲乐见释宪结果，希望目前有关伫咧审理的相关案件，法官会当依照释宪结果做适当的判决。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来看中华关卫生局采检对美国返来台湾无症头的少年患者，结果路背发现伊确实有影去喂到武汉肺炎这案，指挥中心是大动作找政风单位介入调查。政风处第1阶段的调查认定，伫咧执行的过程有一寡所在有重大，不过指挥中心指挥官是看过讲第2阶段的调查报告，认为这案中华关卫生局无尽速甲处理，即马这案已经由指挥中心的法制组接手调查。那其实这里面我看大概就是说有一些过度的解释，那在一些执行面的瑕疵啊，有一点偏移形式的味道了哈。但是比较在意的大概就是说整个彰化他们还是认为就是说他们在这主动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是对的了哈。但是中讲，因为这件代志，所以决定要甲店厝检疫的人出外看病，就要坐救护车或者是防疫计程车这个规定来收诊。但是中国透露，这个无症头的确诊患者，伫咧2天前已经出院啊。但即马针对中华万人血清抗体调查的结果，但是中认为，即马防疫的政策并无需要调整，关系到研究伦理的这部分，已经交予卫福部医事司来处理。再来关心国际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伫咧今仔日下晡召开记者会，表示家己的身躯病痛、溃疡性大肠炎又搁压起来，也会去耽误着国政。伊讲，等下新的首相出现，伊就会辞掉这个职务。但即马日本的经济指数伫咧这个消息出来，就已经大落，不过日元的汇率无明显变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隔了2个半月，搁再伫官舍召开记者会，除了宣示线内因应秋冬季节新冠病毒疫情的防疫风险，也对着议論一段時間的健康問題來做說明，講伊決定要辭職。そして8月上旬には潰瘍性大腸炎の再発が確認、国民の皆様の負託に自信を持って
答えられる状態で亡くなった以上、総理大臣の地位にあり続けるべきではないと判断いたしました。安倍伫记者会上表示，家己有溃疡性大肠炎的旧镜头，13年前一摆因此失去首相职务，一摆搁再复发，必须继续来专心治疗。不过新冠疫情当前，未用有任何错误决策，自任无度搁再胜任，所以决定辞职，未来留任到下任首相选出来为止。根据自民党党规，首相出缺会由党籍国会议员加全体党员票选；若是未符召开党大会，会由党籍议员加上各地党代表票选。可能人选包含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政调会长岸田文雄，也一直支持安倍官方中官菅义伟。安倍党魁任期到明年9月，继任人选的首相甲党魁任期也到明年9月。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ね。だいぶちょっとお疲れのようでは拝見してましたけれども。まさか辞任するとは、もう少し頑張っていただけるものかとは思ってました。早く辞め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ことをずっと思ってたよ。もう彼のやっていたことはもう全部やることなすことダメだったじゃない。特に憲法改正だとかなんていうね、自分で憲法を守ってないのに改正するなんていう言い方ね、そういうのにも許してなかった。日本民众虽然心内有数，议员行一个，日经指数也大落，日票对美金汇率维持在106顶下的水准。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看完，今嘛咱来看美国。美国总统 Trump 27暗时，甲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接受提名演说，刷起白宫南边的草埔举行。这款的做法是英国唔捌有的，不过现场是定定，民众拢无保持社交距离。但边仔的车路也不时听到有示威者伫咧喊讲，乌人的命也是命，伫咧抗议最近种种关系到种族歧视的代志。川普27暗时拍破政党的分界线，伫咧白宫南草埔发表接受提名演说，全力攻击伊的竞争对手民主党的拜登。伫咧1点钟到10分钟的演说内底，川普点名拜登超过40届，讲拜登是特洛伊茶马，拜登胜选了会受激进左派影响，实施上极端的政策。Joe Biden's agenda is made in China. My agenda is made in the USA. 川普讲，未来4年，伊会创造就业、大幅度减税，甲工作机会带转来美国，互美国投资企业减税，互美国成做全球的超级制造大国，结束对中国的依赖。若是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8万人，疫情的严重性也是全世界上济这个问题。川普讲，为着要救更较侪人的命，伊所领导的政府一直注心伫咧科学、事实还有数据。一定会把这个看袂到的敌人拍败。And we'll produce a vaccine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or maybe even sooner. We will defeat the virus, end the pandemic, and emerge stronger than ever before. 总共4天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活动落尾伫咧川普2020的宴会，甲歌剧《咏叹调公主特约为民》的歌声当中结束。现场聚集1500多人，无社交距离的限制，真侪人嘛拢无挂嘴啊，而且不三时团内门口车路边，汽车喇叭声音，还佫有示威者大声喊讲“乌人的命嘛是命”的抗议口号。记者综合报道。但即马全世界经济无讲目前乐观，不过台湾的经济表现也是受到国际的肯定。美国的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公布今年第2摆投资环境风险评估，台湾伫咧50个国家内底排第3，甚至打败韩国、新加坡，变做是亚洲第1。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到全世界经济，啊，毋过台湾的经济甲其他国家比起来，算是相对稳定。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 BERI 公布2020年第2届投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台湾的投资环境风险评比总分61分，伫第2期评比的全球50个主要国家当中，是排全世界第3名，敢若输互瑞士甲挪威。伫咧亚洲地区是打败南韩甲新加坡，建议会当增加投资行为。本身在这个产业界的一个供应链体系非常齐全嘛，它都可以有很好的供应链的一个资源。台湾的这个整个目前在技术的一个发展上有很多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能量可以支援。
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今年4月、8月，还有12月，都会发布投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台湾这个除了投资环境风险评比排名是全世界第3，汇兑风险指标是维持全世界第1。4项副指标当中，台湾伫咧国际筹备、还有外汇创造能力、还有国外负债，嘛拢排伫咧全球第1名。毋过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风险的部分是倒退5名，排伫咧全世界第18名。就台湾央行从去年到今年物价控制得非常好。从去年到现在，因为这个贸易战的转单效应让台湾的这个出口的创汇能力持续在创高。那政治风险方面有稍微的往下掉，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两岸的僵局从去年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套。学者分析，台湾今年景气上低点会伫咧第2季，伫咧国内疫情稳定控制，下半年开始，无论是外销订单，还是生产的 PMI 等等各项指标来看，下半年经济恢复稳定。若是 BERI 展望2021年，台湾投资环境的风险评估排名也是有机会排伫咧全世界第3。记者综合报道。电风放上头来看高雄，高雄是咱台湾尾灰乌这款花的重要产地。今年因为疫情，外销去日本的数量至少减3成。即马花市也开始把尾灰乌的销路重点放伫咧国内。咱做伙来去高雄行一转，看当地尾灰乌做成的装置艺术品。热天来到内门的花园，看到这么大片的尾花乌真水，拢是花农辛苦的成果。谢桂花、翁仔某2个人伫内门种尾花乌已经超过20冬。原底因的花主要是外销日本，头一摆拄到疫情，迄阵一支花卖5-6块，根本是了钱。我都强要无人食，我是免那去买花来插，所以讲很严重，上无要减无2成以上啊。因为照顾无好诶，我甲你讲诶，嘛想无3成。高雄的尾花乌原底一冬销往日本上济200万支，今年至少减3成。花农不得已配合政策耕读，谢桂花原底1甲外的产量扣掉2分地，全台湾减买20公顷。做拍算，毋过但是就是为着政府就是要咱的量少一点，量少一点就是讲迄个伊有甲阮辅助啊。为着救花农耕读外销，政府拢有补助，嘛斗相共拼内销。即马因包装的花是要送去台湾的拍卖市场，这2个月伫高雄真侪景点，嘛会使看到真侪尾花乌的花艺展示，互民众欣赏。用咱在地内门遮的火鹤花，咱的彩工遮的花，去咱的市区去做布置，互咱的观光客来到咱高雄除了看到咱遮好的所在了，伊个会当看到咱高雄遮水的火鹤花。目前花价虽然是有较明显好但是这嘛是还阁阮对这个产业真烦恼的，就是讲后一个阶段会变成，如果伊的需求无遐悬的时候，是毋是会阁共款出现着像3-4月开始，迄个情形出现卖不出来的情形。好佳在台湾疫情缓和，佮拄到热天是尾花乌大月，即摆花价有回升，毋过花农真惊疫情佮再压起来，所以协会当咧思考台湾的尾花乌产业爱拼转型。国产的品种去甲国外，但袂讲哇，每一国几百的物件拢是同款的，开始要来收集。整理国内的品种。李基来认为，花农即马暂时靠补助、靠内销渡难关，不过长期来看，台湾的花外销继续较好。未来假使会使建立台湾的品牌，伫外销市场才有竞争力。记者陈家军外围做高雄报道。旧历7月时即阵伫咧台南市仁德里，也阁有人保留传统，伫咧门口店普渡公灯，替好兄弟笑路，互人感受过去农村社会百姓对鬼神敬重的心情。伫门口埕徛灯糕、点蜡烛，英过照到旧历7月份，台南市仁德区大甲里和二兴里，家家户户拢看会到即种替好兄弟笑路的普渡公灯。较早啦无电火啊。你若想要敬拜中原好人客，时阵点一个暗时点光光，煞个点一个火，挂足一个月，
挂到8月初1。为着让许兄弟对阴间来到阳间，袂惊唔知路，民间就有人用这种白铁仔做的四角形的普渡灯，伫咧顶头写阴间普照。有的人是用塑胶的面桶甲落空，再搁牵线点电火扑啊，替好兄弟照路。总是时代伫咧变迁，即阵伫咧仁德区大甲里，也搁有咧点普渡公灯的人，已经剩无2-3户啊。古早阮先贤祖先流传落来。我唔敢吼，甲毁掉的。啊，阮即阵较早贵的，拢嘛点啊，差不多近50年来，一直溜，剩不2户、3户尔。虽望这项传统伫咧现代社会已经真罕得看，毋过替人点一拍电火，互人好过路，毋但有布施的精神，也互人感受过去农村社会人民对鬼神敬重的心情。记者综合报道。下晡的天气如何？咱带乡亲做伙来看气象资料。北部26度到34度，中部25度到34度，在南部25度到33度，东部25度到34度。来伫咧金门平湖马祖27度到33度。感谢乡亲，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听讲庙会咧新小姐拢真水，我应该嘛是有够格啦。不过要去做礼生，就要先认捌才会点头，才会用字。咱今仔日要讲的就是点头。点头，汉字写作点头，罗马字写作的阴丁特鳌头，丁第7条，头第5条。顶头是台湾最重要的民俗，伫庙会神明出巡的时，拢会看到因伫街路顶行耍伫表演。较接看到的顶头有车鼓阵、牛犁仔阵、百家将等等。顶头出来时热热滚滚。锣鼓声响连天，内底百管音乐，会使讲是台湾庙会顶头袂使无的。顶头会遐热热，是因为有的顶头毋但唱歌，搁兼跳舞，像车鼓阵有后场来伴奏，迄对白甲剧情拢真笑开，互人感觉真亲切。还佫有用武术、特技来表演的舞阵，像宋江阵、大桥阵、宋江阵，听讲是较早为着保护家己的砖头发展出来的阵头。俗语讲：食肉食3层，看戏看内涵。因为内行的拢知影，3层是上赞的肉，内涵是上好看的戏。台湾车鼓大师吴天罗捌甲车鼓调填词，正做真有名的歌《放盘洗》。咱来去放盘洗身躯，来去日轻啊放盘路，放盘洗身躯，洗洗较功夫。嘛有一句粤客仔话讲，台南迎妈祖，无奇不有。因为古早台南府城咧迎妈祖，参加的阵头真多，大家拢举家己的旗仔，啥物款的旗仔拢总有，毋则讲无奇不有。啊，旗仔的旗甲奇怪的旗共音，
才会讲无奇不有。六顶头、车鼓阵、宋江阵、大桥阵、北馆。食肉食三层，看戏看烂坛。台南赢马祖，无奇不有。逐摆出阵头来看闹热的人是定定。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先讲到这。我要赶紧去看阵头表演啦，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